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！我哋今日嘅星座對碰係摩羯座對巨蟹座，一個冷靜務實，經常以責任為先；一個溫柔敏感，渴望住情感依靠。摩羯對巨蟹，當堅毅嘅土象遇上多情嘅水象，喺理性同感性之間，佢哋會一齊築起安穩嘅港灣，定係會陷入無盡嘅矛盾呢？一個用責任感去守護感情，一個用細膩情懷去尋求歸屬。摩羯同巨蟹嘅戀愛到底可唔可以編織出溫暖嘅故事呢？匹配度83分。摩羯喺愛情入面好重視責任，以穩定同承諾作為基礎；巨蟹喺感情裏面就追求歸屬，用細膩同關懷去建立聯繫。一個用行動帶嚟安心，一個以情感注入溫度。佢哋可以喺互補之中築起家庭嘅氛圍。雖然摩羯嘅冷靜有時會令巨蟹覺得有距離，但佢哋好多時都可以靠住信任同守護，令呢段感情展現到堅實又溫厚嘅力量。一個務實穩重，講求原則；一個細膩體貼，重視友誼。摩羯同巨蟹嘅友情會係彼此依靠嘅港灣，定係普通嘅點頭之交呢？投契度79分。摩羯實際穩重，重視承諾，少說話但係可靠。巨蟹就細心敏銳，識得去留意朋友嘅需要，一個提供堅定嘅支持，一個帶嚟貼心嘅關懷。呢種互動令兩個人可以建立真誠又長久嘅默契。就算有時因為摩羯太過沉靜，巨蟹又太過在意而出現誤會，但佢哋大部分時間都仍然可以互補不足，令呢段友情展現出穩定又深厚嘅力量。一個擅長規劃長遠藍圖，一個就着重團隊嘅氣氛同細節。摩羯同巨蟹喺工作入面，到底可唔可以展現到穩健嘅默契呢？合作度81分。喺職場入面，摩羯着重效率同進度，善於推動專案向前；巨蟹就對團隊體貼萬分，識得照顧大家嘅情緒。兩個人結合，可以變成一對硬度同溫度兼備嘅拍檔。雖然摩羯嘅嚴謹有時會令氣氛繃緊，但整體嚟講，佢哋算係容易建立默契嘅組合，可以將合作化成長久而穩定嘅力量。一個以紀律築起高牆，一個用情感守住疆界。摩羯同巨蟹嘅對決，究竟邊個嘅防線更難被攻破呢？競爭百分比53對47，摩羯稍勝。喺競爭層面上，摩羯冷靜沉着，擅長用規劃同耐力去應對戰局。巨蟹就着重防禦，靠住感情驅動去死守自己陣地。因為兩個都唔會輕易進攻，好容易就變成一場拉鋸戰，勝負通常取決於邊個可以撐得耐啲。不過喺呢種消耗之下，摩羯嘅紀律同耐性往往令對手率先鬆懈，最後多數都係摩羯佔到上風。摩羯對巨蟹嘅總結：摩羯同巨蟹嘅關係總係帶住沉穩嘅底色，一個用責任築起框架，一個用感情注入溫度。喺愛情同友情入面，佢哋可以建立安定又深厚嘅聯繫；喺職場亦都可以展現可靠嘅配合。唯有喺競爭場合度，巨蟹情緒性嘅防守比較難敵摩羯嘅紀律同耐力，所以局面多數係摩羯稍為佔優。但整體嚟講，佢哋係一對偏向穩健，可以長久共存嘅組合嚟。今日就講到嚟呢度啦，唔知你下一次想睇邊兩個星座嘅對碰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仲有，記得訂閱、點讚，同埋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觀賞，再見。